99%嘅人都唔知道你嘅焦慮、卡關、爛關係，其實係同負能量建立咗量子糾纏。我是海莉，專拆你靈魂裡面嘅隱形炸彈。今日想拆邊一粒炸彈呢？我曾經用咗3年深陷能量沼澤，直到我發現斬斷糾纏比起吸引正能量更加重要。立即送你5個靈性避坑法則。第一，能量口罩術，用靈氣嘅金光包圍住脆弱嘅氣場，通勤開會前30秒就已經完成。第二，塔羅預警機制，抽1張牌預判本周能量地圖。第三，量子切斷儀式，對住塊鏡講我取消所有非共振契約，搭配靈氣嘅手勢倍增效果。第四，房間能量急救，鹽啦、水晶啦，適合敏感體質。仲就3分鐘淨化術，我自己就會念 Om Mani Padme Hum，適合敏感體質。第五，夢境防護密碼，睡前掌心畫一個 Chakra 靈氣嘅力量符號，去阻斷負能量入侵，都適合祖先嘅業力。就算你冇學過靈氣都可以㗎。而家你有1個機會，用1次整合療愈解決3個月嘅反覆內耗。我為你推出靈氣塔羅量子淨化套餐，僅限10位預約者。靈氣能量灌注，清理7大脈輪嘅阻塞。第二，塔羅潛意識透析，精準定位糾纏根源。第三，聖祭防護口訣，建立個人能量防護罩。留言量子淨化，分享本影片，我將私信你免費能量檢測，價值555，並且開放888蚊靈性特惠通道，10個名額，截止後立即恢復原價，原價係2222，10個名額，截止後立即恢復原價。有啲人一旦錯過，就要多好多3年嘅能量。我是你的光，海莉，剛剛好療愈你，祝福大家，愛大家。